總統賴清德突破中國的阻礙，頂禮拜六有成功去訪問咱的友邦史瓦蒂尼，也那今仔日早起也已經飛轉來到台灣。要11點的時，伊有佇桃園機場來發表談話，強調台灣人是有權利通好走向世界。從5月2號出發，到今天5月5號回到台灣，歷經了84個小時，來回25000公里的飛行，我們圓滿地完成了這一次拜訪友邦史瓦蒂尼的外交任務。這趟國事訪問，有媒體用突破來形容過程中的外力波折，但實際上，國家元首之間的相互訪問，本來就是再平凡不過。這一次行程的一度受到阻撓，反而讓世界看到台灣人民走向世界的堅定決心和意志。地球是圓的，世界是大家的，台灣是世界的，台灣人就是世界人，台灣人有權利走向世界。而這賴總統有講到地球是圓的，這台灣嘛是世界的，伊嘛特別來感謝史瓦蒂尼的副總理查杜利，感謝伊有做伴飛去到祖國，而且今仔日閣陪伊飛轉來到台灣。賴清德是講這本書就是電影《溫馨接送情》同款，這機場的談話呢是敢若短10分鐘爾爾。總統也有強調，這台灣人是愛和平甲自由，而且會以穩定甲負責的態度，佇個世界的舞台來提供更較儕參與甲貢獻。